陳嘉媛以6位數字嘅酬勞為黃妍之三皇集團旗下嘅瘦身產品擔任代言人，可以修身又可以賺錢喎，當然要賣下口乖啦。我即係試咗個幾月，但係真係瘦咗啦。咁同埋可能我再配合埋運動啦，其實我都瘦咗有6-7磅咯，即係瘦腰啊，瘦啲手腳都瘦咗啊。上圍都有少少啊，係啊，嚇，使唔會吧？咁夏天咁成日做運動，我都着運動型嗰啲多啲嘅，咁嗰啲就唔使計 size 啊嘛。有好嘢，梗係要同朋友分享下。唔知阿 Rose 會唔會推介俾林峰呢？佢咁 fit 唔使啦，係咪啊？咦，唔係喎，佢演唱會要減肥嘛？係咪？佢7月演唱會嘛？哦，咁呢啲唔知啊，你睇下佢有冇 keep fit 方法啦。推介俾佢，咁遲啲個廣告出，睇下佢會唔會睇到啦。唔使聯絡噶嘛，因為即都係之前嘅工作拍檔嚟嘅啫。驚敏感先唔聯絡。其實我自己好忙，同好多朋友都冇聯絡啊。